再来看海巡警方分署的中华查缉队呢，是抓到一桩改称的案件。这是一个54岁姓周的查甫人，伊的行为呢奇怪，而且哪像是随身拢有炸枪。检警伫这个嫌犯睡厝的所在去敲到5支改造的这个枪，也佮有海洛因等等的毒品。即马专案是依法来提起公诉。 检警拍开柜仔，详细敲揣，就连拖仔嘛规个摕出来检查。海巡署警方分署中华查缉队掌握证据，有一位54岁姓周的查甫人会随身炸枪。海巡专案小组会同检察官发动搜索，果然敲出改造的枪支。起火了。来，你下面吹的，加绳内底吹着哦。对啥？ 海巡署中华查缉队表示，这位嫌犯有毒品加枪炮的前科，而且行踪无固定，真神秘。专案小组监视1个月，掌握相关的犯罪事证。即便伫嫌犯睡厝的所在，计共敲出5支的改造枪支、147粒枪支、枪支的零组件等等，嘛发现有海洛因加安非他命这类毒品。本队侦查期间，发现周显居无定所，行踪诡秘，且经常随身携带枪械活动。 对于社会治安威胁甚巨，于检察官指挥下发动搜索，终将周显缉捕到案，现场起获大批枪毒。中华查缉队表示，嫌犯甲改造的手枪藏伫橱仔、柜仔内底，搁放地鼓、文枪笔做暗坎，最后嘛是互查缉人员全部抄出来。专案也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，以违反枪炮管制条例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。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。